近年預測市場興起，乜都有得估。Donald Trump 訪華嘅時候，佢同習近平會握手握幾耐？握10秒、15秒，甚至乎1分鐘都可以預測嘅。其實已經唔係預測嚟嘅咯，譬如讓幾多買幾多錢贏幾多嗰啲嚟嘅咯。我覺得已經同真正博彩嗰啲已經係差唔多嘅。很多的問題，有人可能是認為是 yes， 有人可能是 no， 最後的怎麼去結算是 yes 還是 no， 那就變成了這個平台自己來決定。多個地方是預測市場係非法賭博，香港要點樣規管？嗰樣嘢冇一個莊家可以全部去控制嘅話咧，咁我認為呢樣嘢比較難啲去話係賭博啦，全部都係一個市場嘅活動嚟嘅。用一啲銷售嘅手法就同佢講啊，呢個係你嘅投資工具啊，其實呢啲叫做擦邊球行為。好似冇掩雞籠咁，你唔早啲去防範嘅話咧，其實對整個社會帶嚟好大嘅傷害咯。而家未經馬會授權嘅博彩活動都係屬於非法賭博。不過有大律師話，喺預測市場落注有冇違法，喺現行法例之下可能係灰色地帶。參與呢啲活動嘅人會唔會犯法咧？都要睇嘅。咁其中一個罪行咧，就係一啲向莊家下注嘅，或者叫做向收受賭注者投注啦。如果要牽涉呢啲罪行嘅，咁當然都要搞清楚到底嗰個莊家係咩人咧，有冇個咁嘅人咧。始終呢個預測市場咧，就係話佢哋係冇莊家嘅。呢個就同傳統嘅賭博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啦。喺預測市場發展最蓬勃嘅美國，多個州政府都曾經以博彩法例規管預測市場。不過聯邦政府就強調，預測市場係金融衍生產品，更加提出定新嘅法例，任何博彩項目只要經過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審批，都可以喺預測市場上面投注。本港證監會轄下嘅投委會早前就表明，預測市場嘅交易活動暫時唔受證券及期貨條例或者證監會相關嘅法規去保障，一旦有問題，可能無從追究損失。因為嗰個模式咧咁新咧，似乎而家呢一刻咧，好難講得到佢係必然符合到賭博條例下邊嘅定義嘅。我只會覺得係話相當危險嘅。如果你去作一個投注，亦都有可能係非法賭博嘅。一個新出現嘅科技點樣去運用，咁好多時都會同啲法例有啲衝突，就必然嘅事嚟嘅。咁我會覺得可能都需要觀望一段時間啦。到底其實嗰個運作性質係點嘅咧？咁再睇翻海外嘅例子，除咗美國，大部分國家例如係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等等，都強調預測市場嘅本質同賭博係冇分別，封鎖相關網站。有顧問公司做過研究，發現預測市場上嘅用戶每投入100蚊，平均就會輸8蚊。咁長賭必輸呢個道理，可能一樣適用喺預測市場。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